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资深的媒体人周玉蔻进前来压料，讲周万安的爸爸周浩炎，当年开房间的女主角，就是前中国小姐张淑娟，结果去由张淑娟甲告，民视嘛决定来取消周玉蔻伫个民视新闻台联播的节目。周玉蔻昨日录影的时阵是靠甲目屎四男随，搁来痛骂郭文摕甲周万安甲诽谤。家己切起来呛讲，今仔日要到台北地检署来告郭文摕甲周万安，结果早起伊并无到场，是由律师送出诉状。他们把我访问陈世忠的影片，全部做成那种男女的东西，还配红色的信，然后很恶心的。主持媒体人周玉蔻，喺你伫咧节目顶讲到目屎流、目屎滴。他们的团队把陈世忠跟我的访问，就做成一个很污脏的男女的影片，然后在本桥还要说，哎，这场选举好像看 A 片，蒋万安还说他们小两口的事是他们的事。挡袂掉这几天红经体，周玉蔻伫咧节目顶靠126秒，即马嘛袂当黑白讲话啊，因为民众一直向 NCC 检举，民视惊争议变侪，经取消伊节目伫咧新闻台联播。周玉蔻不满闹白改革，讲要甲郭文摕和周万安各诽谤。柯文哲，我今天发布消息说我明天要去告他，柯文哲还说他没有具体抹黄抹黑的证据。不过今仔日下晡啊，周玉蔻雄雄无来，讲交予律师去处理，互特别来等伊民众白走一抓。我怕了嘛，全国反对他，我们全台湾反对他。那伊火气真粗，民众都嘛伫咧现场大声喊口号。NCC 出来面对媒体人滥权，其实已经是绑在一起。现在是所谓民进党在为了选举去切割他所谓的周玉蔻，可是这样是短暂的一个切割，它是一个短暂的切割。它这个切割呢，选后马上又变成一家人吼，十指紧扣扣在一起。周玉蔻雄雄启动器无来到北检市零申告，颠倒是请律师来处理。周玉蔻压了张浩炎过去查某主角是前中国小姐张淑娟，伊防告了后，互大家骂甲无力。即摆含提告，个广播节目都无来，规气秘密起来，都听袂到大家甲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